在座各位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师父利用早上讲这个简单的内容，跟各位大家结个缘。念佛安心不畏惧啊！念佛为什么能安心？因为佛要救你嘛。我们人因为造罪造业，烦恼不断，妄想心、散乱心非常的强烈，所以这种情况下，我们随业流转，未来绝对是没有什么指望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善恶混杂呀，很容易受业报控制、束缚住，很可怕。但是我们只要念佛，知道念佛是佛要救我们，就安心了。我们不畏惧，不会害怕。杂念妄想没关系，虽然你有很多杂念、很多妄想心，你的心不清净、不单纯，佛陀说没关系，你就按照你现在的程度，你就这么过来就行了，不需要辅助了。你必须要具备什么条件吗？不需要，杂念妄想都没有关系。信愿2日放心里，你要绝对相信，我一念佛，佛要救度我，我有资格可以往生。有一天我誓言已尽啊，世间的因缘到头了，我绝对只有一个方向，我有一个愿望，我一定到西方。就信愿这2个字呢，放心里，随时随地紧密的放在心上，绝对不放松，我要把它抓得紧紧的。就信愿2日放在心里，非常重视，绝对不马马虎虎。弥陀自然来接引，在你临命中，阿弥陀佛依照他自己的承诺，他发的愿，自自然然的来接引你。以后你跳脱了这个娑婆世界，离开6道轮回，往生西方净土，这个是多么重要的重要！这个观念大家都要把它建立起来。我们很高兴介绍这一章简单的内容，跟各位报告。阿弥陀佛。